还不能平静，你还有分辨。所以讲咧，而家咱咧把握着机会，善用时间，做事物再造福，会当继续不断，会当精进了自己。那么咧，功德技术不变，当然咧嘛甲咱讲，咱伫修学道当中咧，咱会感觉讲修道嘛袂当讲足平顺啊，敢是？敢有足平顺？无啦敢爱行过？爱啦为什么爱行过？为什么爱行过？咱要成就嘛，敢是安尼？咱头拄讲的顺业，总是咧拢是成就咱的因缘。所以讲咧，咱会当把握着好好来成就家己，安尼迄个好好嘛是变好咧。敢是安尼？无定定即就是要成就咱的啊，要提高咱的心境的啊。你嘛甲放肆哩，安怎话咧？对道来产生了解一个障碍，无进道，安尼毋好。安尼咧，永远就是对家己生气。所以讲咧，咱无不为环境所遮蔽啦，不以心境要求。咱一定头拄仔主讲师讲的，学道之初级，先佛便有义。咱即种的道志，咱一定爱来坚定的信心，屹立不摇。任何的风吹草动，拢会当稳如泰山。那安尼咧，你就会当关关难过关关过。你会当斩过五关斩六将，你会愈修越愈精，你的成就敢是如何？敢是？是啦所以讲咧，这个无好的成就啦，会不错。咱共款爱继续牺牲奉献。咱各位真嘅，咱是牺牲互真人点凡师，奉献互真人点凡师，奉献互道场，爱是奉献互家己的利益。利益啊毋通讲我去道场的奉献，奉献互道场，奉献互点凡师，奉献互真人。对，是奉献互咱家己，因为安怎做，拢总是咱的。那么呢，这是必须啦针对了第三章，最后结语呢，第一，咱爱承善富足，好的呢，咱爱承善。语言就是会当互咱超前有需要。咱毋通作用伊就去放弃去，不要。咱一定爱行好运，爱珍惜，爱人贴人行，咱会当人。咱最后，咱会当达到了解，中庸之道，止于至善。第二，利用思行之得道，行得道。所以讲咧，咱若用伊唔好的去，以后就富裕。咱若甲用伊好的来，当然咱会当成就嘛。咱头拄讲着用，亲像诸罗这种舍己之有，咱咧修行学道，当着困难。会当去甲突破，会当勇往前进，即种的一直带动，那安尼一定有成就。所以讲咧，利用思行之得道。第三，名书甲咱讲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为富不能分，时时施用，技术不变的境界。安尼自然而然，咱成就就是头前的等咱。所以讲咧，这是佛法的。针对了第三章，也与各位前辈共同的来探讨。那么，佛法的在所发现，相信有足侪的见不达意，足侪有用处的所在。希望前人点本书各位前人来听的，会当甲佛法体谅，佛法的新的体会。最后，而且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。那么，咱的心怀如意，得如红遍上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再请一
间吼，请每一位前线吼会当提早5分钟，今日12点55分。